大家好，我是楚婷，卖使叫我阿婷。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只要都知影谁是老大。这鼻头吼辛苦，但是吼较快活。嗨，班姐，我来报道了。哎，现在是开始拍了。从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为提升服务品质，非持本式车票号码质量，业务重定期票业务要伫台湾，原住民族有将近60万人，其中有超过1半的乡亲是住伫咧食头路较方便、嘛较老的都市，也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北漂、北漂的乡亲。平常时我有一寡原住民的朋友，常常甲我讲，等因老的时阵，一定要返去部落、返去故乡过日子。较早我听到安尼，无啥物特别的想法。啊，毋过最近我就咧想啊。要返去部落，返去故乡，敢就一定爱等到人生的下半场吗？还是讲有一寡代志，咱有可能会较早开始咧？各位旅客旅客，我等一下准备到花莲站，为了下路客产品留后期的面积，请留下车厢。咱头拄仔一路对北部坐火车来到花莲，等下要坐一班车1140，要往方边迄个方向去，要去到港口部落去找我的好朋友伊娃，要去看卖伊对北部耍来花莲的生活过了安怎。上重要是要去看遐个时段最近咧无用啥物工课。8点就出门啊，所以讲对北部若要转来到花莲，差不多爱进2、3、4、5、6、7、8点钟。对啊，我先靠火车，靠，再个靠巴士安尼，系啊。英啊，龙华去接小孩，等一下就回来。他很忙，他去进补啦，我叫他去家里找你。对，他等一下就回来了。好，呵。已经是在地啦。伊娜你好，我来因为拍访问，我们这样子拍一下，啊，那你上电视喽。这里的媳妇啦。好可爱的你呢。
找阮先生帮他修机车。哦，了解。哦，所以荣华哥还会修机车。会啊，我们这里老人家很多事情都会来请他帮忙。哦，哇，很棒虽然40几岁，在部落是少年人。你对算是对都市过来食，过来家差不多6档，目一个年就过去啊。囡仔都3岁6岁啦。而且我常常看你吼，伫咧迄个 FB 嗯，网络面顶啊吼，一时也无用迄，一时也无用这。最近哦，阮海稻米快要收割了。这嘛是为什么今仔日我来找你的原因。我知。不是要找你来佚佗，我要来做工的啦。嘿因为我最近吼，拢咧找一寡时代咧甲因合适，认识咱的人生的下半场。啊，我会记你有甲我讲吴大哥。对啊对啊。阮的师傅种田的师傅，我拢甲伊学安尼。你拢家学的吼，所以我嘛爱对伊学就对啊。荣华哥回来啊！妈妈。是被你发现了，你眼睛好利呀！大囡仔的故事。你故事你好，你在讲啥？是什么？我得到一颗八豆腰，八豆腰，很认真在吃。荣华哥这是你好，这是醋田。哎呦，都有课后小点心。没有，爸爸才会买，妈妈不会买，妈妈会买点心饮料。荣华哥嘛有咧进产哦，进产就是种田，比有嘛。什么种田呢？对啊，啊你下班啊吼？下班啊，我刚刚去 IT 啊。明仔载阮要带厝田，明仔载透早要跟吴大哥一起种田，帮我们除草。我们要教明仔载给我几位哦。他是新手，我们要教他。加一加一。好啊好啊。好，明仔载到顶哈。明仔载我5点会先去找吴大哥报道。泡在里头都这样盐吗？喂，你好，哎，哎好，哎，妈妈来咋？这问是吴大哥吗？你是朱婷吗？我是楚婷，啊，你好，你好，怎么那么早就来了？一定爱呀。啊，喂，哦，哎，小心，小心，小心，那边它会湿湿的。哎昨天下雨哈，会看起来湿湿的。白白搭的哎，有陷阱哎。哎，对，要小心的。吴大哥你好，我是你好，楚你好婷。，啊，苏婷啊。哎，哎好，妈妈来咋？妈妈来咋？哎，我是练习生1号。对。哎，啊，我今仔日就是要来跟你学习这哎，海稻米要安怎种植，有什么重点啊呢？就是现在稻米都已经结穗了哈，啊，是结穗了。现在就是那个鸟害会过来，那个会吃的。你是讲迄啾对嚼啊就对啊。嚼啊嘿。然后嗯现在就是，早上一大早我们就要放鞭炮。放鞭炮赶鸟。我们现在要试一个鞭炮会不会响？所以今麦要放炮啊？对，你靠后边一个。好。我上惊的人放炮的啦。哦现在这个潮湿又很久没有点哈，是吼。就是没有，就是这样有没有？哦有。时候会不会着？完了。就是安尼，这个安尼就好啊。所以等的就是安尼，对，啊，鸟仔就会走去，对。鸟仔就知影谁是老大的，所以学袂食。对。哦。就是安尼，间隔有无？嘿。这都是夜时间。所以等的都是不管是拢安尼蹦一个就对啊。啊，鸟仔来，等来食伊说就蹦一下就倒去啊。啊，但是我想较济啦，安尼会去吵到邻居无？啊，拢关系啊。哦，拢关系。大家拢做事人就对啊，对。知道就对了。咱这庄卡人吼，听到迄放炮仔的人吼，都爱起床啊。OK 啊。
吴大哥，哎，对咱种田的人来讲，达啲孙产水是上基本的吗？哎，对，啊，是安怎讲哈？因为水的水位要看是不是很多、很满，还是很少。堵住了啊，我们就要把这个草，这个要背，那个给它清理啊，被太掉的就对对，对了。不会堵住了。这个就是因为那个草都在那个它的那个出水口，是要拿锄头。现在我这个没有带到锄头，所以你就用手当锄头。对，农夫最基本的这个没有工具的时候，我们的手就是工具。那因为我们的水位不要很满，差不多5分满就好了，5分满，哦，就差不多可以了。哎，这个现在清理了以后，这个水就更大了。有清理就，哎对，上面有水，底下也水，哎，大家都可以那个水分都可以平均。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要损残的这个基本动作。啊，吴大哥，我需要你拉我一把。啊，拍谁？好了，哎，应该的，好了，小心。拍谁？哎。咱这是算海稻啊，海稻米。对，海稻米，那个蓝那个是太平洋，这边就是我们的海稻田。哦。就这个就是海稻米，我们就是那个海稻米的那个主人就是海农网。就高水的。啊，我要借问一个吼，咱这海稻啊，甲一般咱种伫个平地的稻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这边哈就是靠近海。比较不怕就是稻热病，因为我害那个盐分哈那个不会造成这个稻热病很少。那这个缺点就是东北季风如果很大的时候，我们的稻子有时候会被它吹到那个会倒。拜托，这几天不要下雨，也不要台风，保佑我们也要保佑这个大地。然后让我们的米这个漂漂亮亮的生长，我们就，这个好好的收成，就在这样子，我们就会很高兴。那这样我们就感谢老天。有大哥，你即马迄地头安尼，挨的就真正是农夫啊。锄头还。来。这边没有除草哈，是较细致的，哈。我是咪爱对你的脚步行？对，你要跟着我的脚步，哎，安尼就好的哦。好，这边一样，我们这个好，因为还没有，就稍微给它除一除，那个水量很大，流很大，我们会把土弄上来，用这原来的那个土挡水，有没有？这个是。我们最老人家以前的方法。吴大哥，我看这种这海稻啊，咱就是一站，咱咧讲梯田啊、山产，对啊。所以讲种这海稻啊，是咪特别辛苦？因为这个地啊无介平整啊呢，啊起落啊呢。对，就是谢枯啊。哦。谢枯较派精力，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进来了。小型的可以，哎，海稻米是有机的，不能用农药啊。缺点就是很多杂草，一定要手操。爱手操对。你没有手操，一定会长得不好。我知影做食人、做田人啊，是足辛苦的。我感觉吼，特别是种稻啊，有啊，亲像咱若是。种菜啦，种番薯啥，迄嘛真紧就会当收啊。但是稻啊时间久，吼啊，另外就是讲拢爱照顾。为什么你特别爱选这项种哈？因为以前老岁仔人拢嘛有种过这个稻啊。当初阮转来时阵有无？看到这个田园拢是那个树芽。就是那个杂草，我们就说跟着老人家的脚步，我们要去，又要把恢复
恢复这个区块。虽然这个产能很小，可是老人家说，只要认真，只要坚持，一定会做好。啊，那一路行来，那应该是真辛苦吧？辛苦。有拄到过，互你感觉上难忘的代志？有时阵心肝足郁卒的啦。有时阵我伫想讲，为什么我家己爱做这款安尼上辛苦的代志，辛苦的工课以前伫咧乡公所上班，遐尼轻松。摕猪头较辛苦，还是摕笔较辛苦？拢有迄个缺点优点。摕猪头是咧辛苦，但是较快活，做家己的代志。为着咱长远咱的那个迄个是大人的土地，咱爱可以恢复，这个失去富裕，心肝都该快活。听吴大哥安尼讲伊的故事啊，互我真正感受到，这海潮啊，真正毋是一冬两冬的代志，就会当种起来。因为这土地，伊就是遐尔无病，你看一层一层的，啊，搁有就是迄当阵伊转来的迄阵，根本毋是安尼，所以爱整理爱啥，真正就是爱10年的时间，才会有安尼的成绩。重点是，这草嘛太济啊吧？吴大哥，我等下要收草，收草。这个拜草，上讨厌的。上讨厌就是这啦。啊，人咧讲收草是。收草是刚报产的时阵，就差不多2礼拜才会收草，用手收草。啊，即嘛唔是收草，即嘛是爱用扑草，较讨厌的，你就甲它扑掉。无问题。好，你要负，你要负来，互你，再互你啊。这都是拜草，片雕。舒婷加油！好，哎，谢谢。阿来，平安，伊那稳，哎，加油对不？对。舒婷，嗨，因为等一下是我们还要去到水源地那边洗水。是哦，今日爱搁去对，迄个水缸就对。对。好，好了。我暂时放这些拜草一马。好，刀子搞好啊。搞你哦。哎，对。哦，安尼巡水管哟。对。去山顶吗？哎，对，山顶那个我们的进水口。为着这回要来花莲，对这时段湖最浓。其实我有偷偷伫厝的练核心，我的这个筋吧，安尼有练啊。但是我发觉到我练那个无效呢，因为即摆咧行嘛是对袂着，我要无力气啊。今仔日的膝头才一半呢。来啊！来！这些都是我们在地青农。对。海农王1号、2号、3号。你会在上面，我们就往这边走。好啊。哇！所以做田真正无简单呢。系啊。大哥，这个是水源的吗？这个是我们的蓄水池。好。蓄水池，那边是进水口。现在就是问题，现在就是那一边如果这边没有水，那进水口就是堵住。啊，都爱去水。对，我们现在就等一下要在那边给它清通。要搞啊！我们等一下的工作是有分配的吗？都已经分配好了。分配好了。对。Ano ta ko tinahaw. Mi yak kala ko. Yan ta ko papunta na ko tam kita sa Sibay. Henta na ni mi hala mi
叫那个米树林啊，因为外面的那个树叶，是也不要让它进去里面，是因为嗯树叶在里面堵住，所以说先把外面的那个树叶就先要清干净。了解。我们现在要清里面了哈，往拉减水口，哎，啊，这个那盖凉。我看这个进水口，我有看没有呢？在哪里？是这个洞吗？那边那个是那个青泥沙。那个粪基里面就是里面的泥沙，哎，就是这样，它给它堵住那进水口，进水口是在这个里面，在这里面，所以说要把那个泥沙拿掉，拿掉以后那个水，现在就是水，等一下它就会往里面，哎，他们现在就挖那个进水口。如果说红台天呀、台风的季节，是不是要更勤劳的上来？台风的时候都没多啊，就让它流了，然后在台风过后就要过来清了。保罗大哥，你在挖那个是什么？在挖洞，因为下面都是很多泥土跟沙子，还有石头，还有叶子，然后就那个这一个洞，然后水才会流到下面去。另外的伙伴就要帮忙，阿红哥啊、长崎哥就要帮忙铲掉那些不要的了，是不是？对，烂泥沙，另外清这个比较辛苦，还是种田比较辛苦？都一样。哦，可以顺便玩玩水。对，吴大哥，哎，一般啊，那个平地的种稻的农夫啊，还那有那个水准、对，水菌，哎，但是这个你们海稻米的水都是要自己找，对不对？我们实体品老一辈子传下来的灌溉用水取水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找这个地方也是很辛苦的找，因为那个都是被以前冲刷了。我们那个年轻人就过这个是还有地主就一起过来找，就把这一块整理干净。哥哥，阿妹来。像这个这种的就到中间很讨厌了。讨厌呢，为什么败草这么多？像这个你看。臭败草。今天怎么没有老鹰？这是鹰老架，鹰的鹰架。所以是让老鹰可以停留的吗？对对对对。吴大哥，哎，现在被采这个鹰架啊？这一只啊，嗯，因为我们这边很多鸟害，鸟害。啊，我们就为了要让这个什么天空的那个王啊，哦老，鹰猛禽之王。猛禽，哎，对让它在这里，在这边站着遥望，哎，那个小鸟就会怕，就不敢过来就不敢吃稻子。过来吃稻子。这个也是一个赶鸟的一种那个方法。上面那个黑黑的是镜头吗？镜头对镜头，摄影机照相机监测器，我们其实比较对监测器了。在田里肉眼看到昆虫啊、动物是很容易，但是鸟我们是很难近距离观测到对。那我们而且老鹰会抓田里的老鼠，对，所以它算是对农田有帮助的一个生物。应该算在这里算是咱农民的好朋友，老鹰对拉老鹰 hill，台语叫拉 hill，还有对拉 hill。我知影这个海稻米啊，哎构书啊，其实我很久以前，大概8、9年前我就关注这件事，是然后我有注意到，其实海稻米的种植啊，真的像你这样从头到尾的，应该跟他你记得的呀。对对啊，大家都来来去去的嘛从。头到尾我是对啊比较资深呐，就是来带领这几位对青农一起这样子。对，因为我一直想说，如果说我放弃了啊，这个田地就会荒废因为你今嘛算是人生的下半场。啊，对啊，那在
在接下来的下半场，你还是会继续走这条路吗？海盗迷的路。我会陪伴着他们。我是希望说，在我这一代啊，我会坚持。我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会坚持。下一次他们也会交给他们的那个年轻人。好，就这世世代代就是把这边活化，好让它那个生生不息。而且你看看这边又那么漂亮，那边就是海。他们这样子也站起来这么帅气，有没有看到你年轻时候的样子？曾经有过，曾经有过。曾经有过。那我们今天这个音架是不是有什么工作要做？我们今天要来检视我们放了1个礼拜的成果，对，所以要换个记忆卡。我要往哪边打？你往那边。有声不？在前面。就哎呦，有啦，你看羽毛，帅英你又来有没有看到了。羽毛？这只没有脸，怎么一直拍到他的脚啦？哦，可能刚好那个镜头就拍到脚啊，不是，刚好被他抓住。然后刚好是要挥起来要在上面。好了，快点，你回去再看嘛。所以拿起来就好，你一直在那边看。你一直在那边享受。最起码是用电脑，比较看得清。重点是大家都用听的，大家都用听的，只有我跟一凡有脚，有飞起来。不好意思，我们太沉醉了，抱歉。是谁说要装这个 camera 的摄影机的？我们今年讨论，我们已经做了3、4年的生态植物普查，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除了调查鸟的种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进一步的观察？那我们去年带我们生态调查的老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猛禽，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在保育啊，如果你有很可爱的照片，这真的在我们田区的动物，那拍出去更多人知道，大家也会一起来爱护这块田家。了解，都是那是种植啊，整个生态都希望它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恢复安内的对啊。对，我们要不要把它调高一点，拍到这里的脚，然后就是这是整个鸟声，那鸟。我懂了。这个镜头把它往上一点，把它往上一点，嘿，就会拍到脚一直到头。OK。哦，这样子就很明显。哦 ，OK， 好。它的翅闪像就像老鹰一样，这样子。好。这个老鹰叫什么去了？大冠鸠。哦，你讲台语，大秀。好，一起来。哦，你很有力呢。哦，今天有跟你们一起做事，怎么可以没有力？好，会被你们偷偷笑。中边。那苏婷那个要拉过去。好。是拉在哪里？希望刷落来可以拍到大秀完整的、美丽的身影。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这个所在是花莲丰滨新社的复兴部落。来到这，我心内有淡薄仔激动，有小可感动。这是因为这几天我有注意到一个叫做里山倡议的精神。里山倡议咧讲的呢，就是生态、生产、地景，啊，搁咱人的生活这之间爱处一个较好的平衡，也就是讲咱人甲大自然爱互相尊重，
好好啊斗阵。来到好幸福路啊，我看到这山呐，这田园，啊，搁好川咱人住的部落，甚至海洋，就是山川里海，拢维持甲遮尔啊好，处伫遮尔好的平衡。我无想到伫台湾啊，搁安尼的所在，真正就无简单的，就厉害的。啊，这个所在遮尔啊好，但是。嘛是有伊的烦恼，就是遮的人愈大愈少，愈大愈少，愈大愈少。这个就是为虾米咱来到花莲爱特别来到复兴部落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咱要甲大家好好来思考，咱人生的下半场要安怎过，要安怎规划，真重要的一课，爱好好啊学习。行，咱来古店找因。忙什么啊？哦，在用那个自己种的那个路桥啊，因为我们明天会有供餐，就是供应餐哦，而且大家在准备备菜。今天可以说是部落一年当中凶不赢的一天，对不对？对，最忙的。因为明天是不是有个重大的节日？对，是什么节日？复兴节。复兴节，它那个节是团结的节。哦，团结的对啊，是希望把大家绑在一起啊，那同心协力的感觉。对，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丰年祭、丰收祭、什么什么祭，很多祭典，但在我们复兴部落是没有的。没有，是跟宗教信仰。对啊，我们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在民国就是95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教会的力量，然后这个部落就是本来就不烟不酒不槟榔，然后长者就想说。那何不就是部落做一个那个示范点？王灭阿公他是这样子想说，就是部落示范点，希望说就是孩子回来的时候是健健康康的回来这样。对，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要凝聚林北的年轻人，还有来过部落的一些志工游客，对，就像你，对。有一个理由，有个借口可以回来这样子，所以你今天做次回娘家的概念，有一点，对啊。所以就欢迎他们，然后跟部落长者一起。那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就是帮阿嬷剥。阿嬷是很像，这个跟蒜头有一点像，哦，也叫肉球。肉球，那你们怎么讲？也是讲肉球。哦，了解。明天大概多少？大概会有150多个人。150多个，那所以我们肉球要弄很多呢。150个。对啊，我们明天限量好不好？一个人只能吃6颗。像我们山上还有很多很棒的田地，对不对？包括前几年水圳啊，什么都修得很好。我们那时候106年复耕的时候，阿公阿嬷都一起下来，就是我们都是用人，因为梯田那边路不好走，对，所以我们机器都没有办法上去，所以我们必须用人工。然后阿公阿嬷就是用他们的，就是传统跟那个插秧法。哦，对啊，速度很快哦。是哦。阿姨，你们有去上面山上种田吗？对。最近有去吗？最近？以前多久以前？2、3年了。哦。啊，现在为什么不去种了？我们很老了，很老了没有喊婆婆，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哦。真的是力量。无气力。啊，台语无气力啦，做无法安尼对。那慧芬姐，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是，就是尽我们现在的人力能种的就现在我们复耕有3甲多地啊，就这上面有10几公顷呢。哦，真的都用人工，好大哦，天哪！对啊，所以先把现有的长者当然希望说整个就恢复以前他们复耕的那个样貌，但是人力真的很有限啊。
好，那你们忙，我来拍一下哦，做一点记录。明仔载是福兴部落一年一到的大代志，就是复兴节，节是团结的结。即马就是时段，咱上古水的阿嬷阿个法医，哦咧爬这路桥、路桥。米那米汉米那等啥？来拍你呀！叫你高追。我们阿密斯有称赞人家可爱高追的话吗？这个那么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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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神。哎呀，么神，可爱的。蛮神是什么？哦，闷神，我以为是漂亮，台语是水，有够水。高水。哎，那我们阿密斯怎么讲？沙鲁安。头拄啊看到的是阿嬷，因咧无用，这边都是阿公，巴基阿公，爱好爱好。这个是粽子的叶子吗？槟榔的叶，哦，是不是很硬啊？好硬耶，快干了还硬。那这个剪一剪要做什么？玩。像这个就对了。对。这个已经是锅子了吧？所以要吃多少就做多少。我们这里在忙，那里也在忙呢，阿公。每年是不是这一天最忙？那你们会很期待父亲节吗？会啊，在一起很快乐这样子。可是为了父亲节，你们超忙的哎，这样 OK 吗？欢喜做甘愿受。对对对。快点，我们要跳舞了，给阿公阿妈练习了，要不然没有空了。这个赶快收起来。我们可以站起来，顶你给大。阿妈要坐下。来这边第二排也要排吗？没有，第二排不用了。阿妈顶你，阿公不用坐哈。音乐，阿公牵手，手牵手，手牵手。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为着明仔载复兴节团结的节，大家看一下，无论是时大还是时细啊，拢爱表演，所以爱把握今仔日的时间，紧彩排一下，啊无今仔明仔载到开啦。有啦有啦，有一个模样啊。就是一年一度上重要的日子，对不对？对啊，迪比，我应该有讲标准哈。有。对对对，标准要讲标准。今天都在恭候回，对，不能讲坏话。哎，慧芬姐，我有一个问题哦，我记得之前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还有几位年轻人。在哪里呀？有啊，现在在那个柜台那边服务处。哦，对啊，其实那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一直在想说，怎么都没有人来帮我，也没有年轻人哦。哦。然后我想说，哎，好就是这很奇怪的机缘，然后就碰到，就要感谢上天给我一个小花，先不要走，来。小花。
对，小花。哎，我台北人跟你说，对，一起然后台北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复兴部落的复兴人，迈入8年。8年了。所以那时候是为了做计划还是什么？还是你来这边做研究啊？也没有哎，都没有，已经毕业了。毕业啊，就认识了。所以你就是一个经过，然后觉得复兴部落好像不错，然后你就来进来了，进来了，然后就遇到慧芬姐，对，然后我们就我们也一起一起躺在弹簧床上，然后1年就变成我们家的孩子了。一起睡，因为没有地方，所以只好跟你这样挤在一起，对啊这样子。还有那个他女儿，我们3个人一张。我是姐姐，对。哦，对了，姐姐不是女儿，姐姐，然后姐姐还妹妹啊，对，为什么你愿意留在这里啊？就是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是啊，哦，一种说不出来的缘分吗？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是缘分。我记得有你以外，还有一个很酷的，酷的一轮，很酷，很酷的一轮，要很酷。来，24、27、26、25、24，哦，怎么了？一轮。我右脸比较漂亮，因为很刺激。对啊，我是左脸。我们两个背靠背，拥抱。那我们也来，怎么了？我们就这样聊啊，我无所谓啊。对。啊，你不是第一代，你要问啥？哦，安尼我跟你讲，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好。为什么你会直接留落来？啊，你敢是假的啦？用英文回答。我已经。后来为什么会想留在这儿？这边是我第一次来驻村的地方，然后其实我本来就觉得驻村这件事情其实对当地人有一点伤害，就是因为你跟当地人培养感情之后，那你就离开。那当然说很常发生的部落居民，可能他们都习惯了。但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好像是第3组还第4组，那时候有讲说好像是，所以那时候其实阿公阿嬤都有点习惯了，他也知道你会走。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阿公，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不可以1年回来3次就好？对，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当下其实是很感动，就是不能说感动，有点感伤。那我就跟他说我就会回来啊。我说我就住花莲很近嘛，有空我都会来。就来了5年。对，而且不小心5年，不止3次哦，1年不止3次，对不对？都来。慧芬姐不用讲，你是家的新妇。哦，你回来部落展开这一连串的一个我们讲复兴部落的复兴运动，对，那结果居然还有了小花跟一轮这2位，我们讲女力，找不到的内容，对，部落天使跟部落恶魔。那我什么？没有，我是新妇啊，新妇啊，是白天使，你是黑天使，根本就没听，听无，我讲台语啊，无啊，我要问，除了小花跟一轮，啊，你是在地代表媳妇嘛？有没有我们真正在地的青年？好，有没有啊？在考对啊，我们这么努力的，希望大家回来。在那边啊，他们啊，那个我们在地青年，嗨，爱好。你怎么会讲板扎的话呢？你新呢？没有啦，你新来了呢。哦，对，还有淑珍姐，嗨，淑珍姐，你好，爱好。那时候对，爱好。叫什么？叫韩娜吗？你怎么知道？我叫秋婷。对啊，我们大哥的名字叫韩娜，不是吗？板奈也可以的，我知道。板奈吃的比较饱。对，那个是你。对，大家是部落的青年，平常在部落里面，主要也是在农耕嘛。之前我们复耕就是淑珍姐，就是还有这位青年一起发起的。哇，青年呐。但是啊，这个田真的很棒哎。它不只是天然，对，然后水源什么都水菌都做得很好，重点是缺人呐。对，重点是这样。但还有一个回乡青年正在厨房里面帮忙。我们要那个啦，换组了，我们去打招呼。我们是阿美组，跟主管部组，跟睡眠部组啊。秀梅姐姐，你原本是有住在都市吗？有啊。那什么状况下让你回来到复兴部落？因为看到他有什么？
想说这么辛苦，一个人在这里打拼吗？想说部落都是老人家，想说能做一些事，就是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人生下半场被安怎过不？没有想那么多嘞。先把现在做好就好，好好照顾长者。那重点是希望大家应该回来，对不？对。这是我们最终的希望。想说吸引这里的，就是部落的青年，然后一起回来，然后照顾老人家，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解。大会报告复兴部落的伙伴还有志工先来一下。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会先请阿公阿嬷都会站在上面，然后头目要祷告。没有办法站的话，就要拿椅子给他们在前面坐着。毕竟要这里的东西都清空，因为这里是舞台。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复兴部落它是一个所谓的真耶稣教会。那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传统歌谣的。那我们大概在2-3年前开始做了一些属于部落自己的歌，采集部落的故事。那现在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我们复兴部落的第一首歌，叫《复兴之歌》。现在先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它是指贝壳、贝类的意思哈。那然后这个阿公阿嬷他们今天所唱的这首歌曲呢，它只是要告诉我们部落的孩子们，还有所有与会的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部落、这个复兴部落的人。这首歌曲里面，你看看呢，你看这个山，有看到吗？刚刚有讲过溪流啊，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年轻人捕鱼。然后呢，钓鱼的地方，那也就是我们部落人生存的一个环境。曾经来过复兴部落的年轻人阿公阿嬷看到都很开心就像看到宝一样，我的宝回来了，宝贝回来了。请问你们是之前来部落服务还是什么来玩吗？之前？这是驻村。之前来。项目之前做了一个作品。然后离开以后就偶尔会回来。OK。所以今天你是因为复兴节回来的吗？对啊。是。想说很久没回来看挂嘛。你是对倒一回来？今麦在丰田。丰田所以嘛袂介远嘛是伫花莲嘛。对。哇，老咧。为着要让倒来部落的人有代志做，所以咧有设计一寡 DIY 的活动，包括就即马这老咧滚就是咧做这冰凉叶仔的碗就对啊。另外迄边阁有迄个编织的，另外遐阁有插花，阁有蓝染。这搭上侪人，为什么大家知影无？因为等下有暗顿咧食，暗顿的碗都爱家己做，安尼就对啊。有问题的要问的可以问阿公在这里的，阿公阿嬷都是老师。今麦来看到这搭是咧做编织的编织，这位
美少女，你是住在部落里面吗？不是。哦，那你是今年我在这边工作。哦，了解。那是因为父亲节特别回来吗？对啊。好，谁没有做？阿嬷，你们谁没有做？好，大家已经久等，很肚子饿了，对不对？哎，好，那接下来，因为还有一些人非常努力认真的在做 DIY 哦，那我们等下还是会先请头目做祷告，请在场贵宾脱帽。现场贵宾脱帽。Nyarai kami amat doa mikumi miso, ya kasapan sakuan, kasapan panukayan yang tini, pan tarai ngangan miso, kanca inori, amin. Amen。好，我们现在可以用餐了哈，想洗手的赶快洗手，不洗手的还是要洗手。如果非常不巧，真的没有忙到没有时间做的话，那个碗这里有我们已经现成的碗哦。既然本机可以装这么多，你好厉害！真的，对不对？真的，而且很有美感，你不觉得吗？对啊，还可以装很多。对。啊，物件为什么好食？是因为感情。一嘴饭也好啦，啊，搁有这菜也好啦，这拢是咱福建部落才种的，所以我今仔日爱甲这碗料，好吃。哎呀，我跟你讲，吃饱一点。好，吃完。好，一定会。我跟你讲，我们绑炸的话，谢谢是 Alright， 对不对？很可爱的是，我去泰国玩，有学到泰国的好吃。Alright， 真的。是哦。对，所以我们来到这边讲 Alright 是感谢多香，然后同时也是泰语的 Alright 美味好吃。好会连接。厉害。这边有问你哦。你每年看到这样子大家回来，或者是像有一些是曾经来拜访过，不是本地人，但是来拜访过的，然后回来，你的心情就很开心啊！他们都像，你看在那边，比较像南莫，他是在他大学的时候啊，就在部落当志工，然后毕业之后跟他大学毕业，他就在部落生根，然后就跟我们照顾部落，然后在部落2年之后，他回去。还没有，对，对啊，就是每一年都会回来。阿公阿妈叫他南莫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勤奋，因为他很勤奋啊。然后好说走路啊，都会帮忙。所以也就是说，咱这个福建节父亲节啊，真的是把所有跟我们部落有过连结的人都回来。鸡皮疙瘩，完结，我好感动，大家都回来的。对啊，真的，我想问你哦，看到大家回来，跟看到真正自己部落的人回来，你觉得有差吗？都一样哎，都一样，不管是不是在地的，都没有，都不是重点啦。不是重点，对，喜欢这个土地的人，就是如果你只限于这部落的人，这样人真的越来越少。希望说这爱护这土地的人，大家都一起回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我感觉这回啊，我的旅程啊，上大的修行就是打破我原底所想的。为什么转来部落，一定爱是部落的人的？这无一定的哦。这个土地，咱甲维持就好，咱甲保存就好。啊，这土地是大家的，那真正爱这片土地的人，你就会来。啊，这片土地嘛开始要过伊的下半场啊，所以咱的下半场，嘛要来想看卖。要安怎好好啊斗阵，好好啊拍拼。呜呼！